为了要推广本土语言的这个阅读甲创作，嘉义市的这个文化局配合着独立册店举办5场讲座，邀请5位台语文创作家用诗文歌曲甲大家交流分享。7月31日暗时是头一场，希望让众人感受到台语文学用啊。台语诗人罗汉秀老师向大家来绍介伊的作品，有讲国家历史的诗，嘛有绍介台湾各县市的诗。罗汉秀老师就鼓励大家讲，台语诗会当有真侪艺术呈现的方式，透过这种结合，就会当甲咱的文化甲美意，互更较侪人来看到。有的人拢对台语有一寡误解，感觉伊就较粗俗、较粗鲁。但咱伫即个过程当中啊，听老师安尼分享，咱感觉讲是足优美的、足优雅的，而且呢，佫有充满着对即块土地这种感情、这种爱。我希望讲，这诗歌的作品也当涵盖面会当较宽，无一定讲干某一个展出。所以不只是讲诗甲音乐做结合，我嘛尽量甲诗去甲戏剧、甲舞蹈，甚至甲艺术歌曲、甲歌剧去结合。嘉义市文化局配合在地独立册店，邀请几位台语诗、台语小说或者是台语文推广的人，针对台语文学举办讲座活动，希望来推广台语文的阅读创作甲学习。写文字，还是讲要写歌，你也无台语文的底子，还是讲你无讲台语，你无法度写出遮水的诗。上重要就是去找回你爱去看册、读册的力量。过来，你爱家己动手，甲你父母的记录写出来安尼。罗汉秀老师表示，母语的保存袂当单单靠国家的政策来要求，透过诗、小说或者是歌词这的文学作品，互语言甲文字的使用挖进生活，才会当互台语文的推广愈来愈顺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